馬太福音第21章第1至46節。一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其在橄欖山那裏。二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，對他們說：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，必看見一匹驢拴在那裏，還有驢駒同在一處。你們解開牽到我這裏來。三若有人對你們說什麼，你們就說主要用他，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。四這事成就，是要應驗先知的話，說：五要對錫安的居民開六角括號原文作女子山六角括號說：看哪，你的王來到你這裏，是溫柔的，又騎着驢，就是騎着驢駒子。六門徒就照耶穌所吩咐的去行。七牽了驢和驢駒來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穌就騎上。八眾人多半把衣服鋪在路上，還有人砍下樹枝來鋪在路上。九前行後隨的眾人喊着說：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。開六角括號和散那原有求救的意思，在此乃稱頌的話，山六角括號奉主名來的，是應當稱頌的。高高在上和散那。十耶穌嘅進了耶路撒冷，合城都驚動了，說：這是誰？十一眾人說：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穌。十二耶穌進了神的殿，趕出殿裏一切作買賣的人，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。十三對他們說：經上記着說，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，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。十四在殿裏有瞎子瘸子，到耶穌跟前，他就治好了他們。十五祭司長和文士看見耶穌所行的奇事，又見小孩子在殿裏喊着說：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，就甚惱怒。十六對他說：這些人所說的，你聽見了麼？耶穌說：是的。經上說：你從嬰孩和溢奶的口中，完全了讚美的話，你們沒有念過麼？十七於是離開他們，出城到伯大尼去，在那裏住宿。十八早晨回城的時候，他餓了。十九看見路旁有一棵無花果樹，就走到跟前，在樹上找不着什麼，不過有葉子，就對樹說：從今以後，你永不結果子。那無花果樹就立刻枯乾了。20門徒看見了，便稀奇說：無花果樹怎麼立刻枯乾了呢？21耶穌回答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若有信心，不疑惑，不但能行無花果樹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對這座山說：你挪開此地，投在海裏，也必成就。22你們禱告，無論求什麼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23耶穌進了殿，正教訓人的時候，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來問他說：你仗着什麼權柄作這些事？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？24耶穌回答說：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，你們若告訴我，我就告訴你們我仗着什麼權柄作這些事。25約翰的洗禮是從哪裏來的？是從天上來的，是從人間來的呢？他們彼此商議說：我們若說從天上來，他必對我們說：這樣，你們為什麼不信他呢？26若說從人間來，我們又怕百姓，因為他們都以約翰為先知。27於是回答耶穌說：我們不知道。耶穌說：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着什麼權柄作這些事。28又說：一個人有兩個兒子，他來對大兒子說：我兒，你今天到葡萄園裏去作工。29他回答說：我不去。以後自己懊悔就去了。30又來對小兒子也是這樣說，他回答說：父啊，我去。他卻不去。31你們想這兩個兒子是哪一個遵行父命呢？他們說：大兒子。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稅吏和娼妓倒比你們先進神的國。32因為約翰遵着義路到你們這裏來，你們卻不信他；稅吏和娼妓倒信他，你們看見了，後來還是不懊悔去信他。33你們再聽一個比喻，有個家主栽了一個葡萄園，周圍圈上籬笆，裏面挖了一個壓酒池，蓋了一座樓，租給園戶，就往外國去了。34收果子的時候近了，就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裏去收果子。35園戶拿住僕人，打了一個，殺了一個，用石頭打死一個。36主人又打發別的僕人去，比先前更多。園戶還是照樣待他們。37後來打發他的兒子到他們那裏去，意思說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。38不料，園戶看見他兒子，就彼此說：這是承受產業的，來吧，我們殺他，佔他的產業。39他們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園外，殺了。40園主來的時候，要怎樣處置這些園戶呢？41他們說，要下毒手除滅那些惡人，將葡萄園另租給那按着時候交果子的園戶。42耶穌說，經上寫着，像人所棄的石頭，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。這是主所作的，在我們眼中看為稀奇。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？43所以我告訴你們，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，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。44誰掉在這石頭上，必要跌碎；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，就要把誰砸得稀爛。45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聽見他的比喻，就看出他是指着他們說的。
46他們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怕眾人，因為眾人以他為先知。